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我相信观众朋友一定会发现到，讲其实也几年来，我哋世界嘅环境嘅气候变化会改厉害。为到爱把我哋嘅变化可以减到最细嘅情形，故是我哋呢世界各國嘛去提出嚟，我哋呢減少碳排放嘅一啲數量。對台灣來講嘅話，我哋嘛天然一啲目標，我哋睇2050年嘅時間，我哋愛搶零碳排。嗰時因為愛達到呢個目標，我哋開始有新嘅工作，譬如講我哋用水管理師，我哋碳管理師。我哋今日有想到算是我哋福起來嘅老朋友，我哋李世總太哥嚟到嚟現場，有同人分享講，馬講到 ESG 嘅用水嘅管理師，同時馬講到 ESG 嘅碳管理師，我哋馬上歡迎李世總太哥嚟到現場，太哥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係李世總，來自屏東縣內埔鄉。目前的話係農民，我更加種嘅係咖啡屯檳榔。反正我哋世總太哥嚟到嚟現場，因為其實世總太哥每100來，如果帶到我哋幾新嘅知識，因為上100來嘅時間4年前。好，嗰時人帶幫我哋講，啊，原來我哋呢個可以用嗰種我哋而家講無人機啊，可以噴去殺農藥，嚇，這是帶幫我哋講，其實我哋講而家農藥算是農業嘛，有新的一種形態，但是今日嘅主題算是我哋嘛係最新的一種潮流啦，嚇，我哋講嘅用水嘅管理師同碳管理師，但是嗰時候請問到講。做乜嘅我哋世總太哥當初想愛去考慮兩個證照呢？主持人講一個問題嚇，睇下是我分2點來做一啲說明嚇。第一啲，你講人工10多咯，學多咯，明年我都差唔多60歲，佢所以因為講人嘅話係你愛持續去學新嘅東西。第二點嘅部分，你講其實農業嘅收入吧嚇，唔係按好。嗰時候我哋認為講，即係好一啲新嘅技術可以增加自家嘅收入嘅部分。嗰時候你睇名路方睇情況，多大乜嘅東西係可以再去學習嘅。你有啲機會，你經繁嘅連書啦，你尋到ESG 一個東西，也可以來係改善嘅一啲東西。而係同氣候嘅變遷啦，還有頭講到2050嘅搶零碳排，有絕對嘅一啲關係。嗰時候我認為講，一個東西係值得去學習嘅，係基於人嘅2點來做一個部分嘅一啲考試啦。用啲農民嘅角度來看，也係全世界嘅環境嘅一啲變化嗬。因為講也係唔講係用水管理，無論碳管理來講嘅話，對農業嘅一啲從業人員來講，而即個嘅影響，無論講而即個嘅認同圖同到哪啊？基本上來講，農業喺台灣還是講全世界一個碳排，其實係改少嘅。所啲嘅一啲數據係大約是2%嘅。但係你如講氣候嘅變遷，其實對地球上嘅每一點人都係有影響嘅。唔單止講農業，當然更加國家嘅政策還是政府嘅政策，會對碳排放最大嘅一條企業來先着手去進行一個減碳嘅動作。但係人哋身為地球上嘅每一個分子，人哋最主要如講看，每年嘅氣候天氣變化，近來近熱變成融化，然後更加人哋講差唔多氣溫30度，有可能接下來可能今年一天都到40度嘅。一所有一切其實對整個地球，不管係企業也好，不管係農業，其實都係一個巨大嘅一個影響。所以每一個人就唔係。不是唔單止講農業會做，只是講我係身為農民，我會將我嘅焦點變化喺農業同搶零碳排一方面，用嚟去做一啲改善，還是講有用嘅一啲空間可以去做調整。因為我想講，我這個當初嘅想法嘛係安尼。但係如果其實要對啲農民來講嘛，其實比起其他行業來講啊，或者算是一啲個友善地球嘅一啲行業嘅嗬。因為至少農民冇辦法免疫地吹冷氣啊，冇辦法免疫地用嗰度嘅嗰種碳嘅一啲助劑嘅東西。嗰時其實算是一啲對於地球來講是友善嘅一啲行業嘅。但是做乜這個重要行業也慢慢地變成一啲創意者，變成一啲可以靠一啲證照，變成講人哋希望講變成一啲推廣者。
伊的实现者。可是后面同咱观众朋友讲一下讲，像比如讲永续管理师同碳管理师，伊个内容係樣啊有乜個差別啊？基本上來講嘅話，也對規個 ESG 佢事先講起嚇。ESG 其實都係三個英文詞嘅一個結合，E 都係 environment 環境，S 都係 social 都係社會，那 G 嘅話都係 governance 治理一個部分，也係最大嘅方向啦。這段來講到也同聯合國制定一個氣候變遷嘅計劃有關係。伊喺2015年都制定 SDGs 一個東西，其實伊都係17項嘅一個核心嘅目標，應用嚟同一個全球，不管氣候變遷，不管貧窮，不管乜個戰爭嘅東西，可以做一個好完整嘅一個描述。再來嘅話，如果能等在返歸來到台灣，甚至於能等咧環境嘅一個部分嚟講嘅話。永續管理師啊，基本上伊愛指定一間公司，一隻企業，一個所謂碳排查，一個部分咧一啲內容，嗰時伊愛對法規啦，規個公司嘅流程啦，那一部分會產生一個碳排放一條東西，愛有該全面嘅一個了解，但係咧伊會提出一個改善嘅計劃，本意嘅調價。嗰所以以當方還有一點度永續裝嘅一個職缺，一個永續裝嘅話，基本上變成講，伊係可以直接同董事長、董事會去溝通，因為伊對上要負責規個公司嘅一個強能碳排嘅一個政策，啊對下伊要去溝通每個部門、生產、製造一個各種嘅部門。人所生產嘅東西，人哋用一步一步去減少。啊，再下來來制定長中短期嘅一啲目標。長期2050年係強能碳排，咁2030年可以多趴，好啊，明年可以多趴，所以要制定。例如永續管理師嘅一啲職責。碳管理師來講嘅話，伊如要了解國際嘅法規啦，還有國家規定，按樣嘅去制定一間公司企業嘅碳排放，啊，簽到一條統計出來一條碳排放以後呢，要下對策，唔能樣嘅去減少。嗰時如果第一講用嘅數法，還是要買乜嘅設備機器，嗰時你做規劃，要做真實去實行一個碳排放嘅一啲。一個角色，安尼，啊，個碳管理師嘅話，基本上伊係真實去做到。等於講碳管理師係真實寫數據出來嘅，伊要報表。每個部門目前，今年能調查出來係幾多，安尼明年嘅目標係幾多，伊要統計一個數字，兩人扮演嘅角色唔同樣。永續管理師按理來講應該係建議級嘅，伊係主管級，伊愛向永續裝去做一個報告，要投經費啦，改善規個公司嘅碳排放。但係碳管理師，伊如果你話個詳細，你有疏失，你底下講有改進冇，有進步冇，還是退步，咁樣再嚟做調整。嗰個亞量嘅職務係冇乜重要。嗰時我係咪安尼可以講？以前我哋會講到講，安尼做環保，也不也是環保，也不議題，也不口號貼太嘅。好，譬如講，你現在做環保啊，你淨灘啦，唐講嘅，你而家台灣嘅淨灘要排隊啦。好，因為鐵東要淨灘啦，嗰時嘅見啊，你沙灘要淨灘要排隊，吼，有得排到明年去。就變成講，以前我哋做環保，講種一條樹，一朵都係條樹，其實有個目標係，我哋講過太嘅，吼，嗰種口號用嘅啦。但是你頭都講嘅，已經係一啲幾明確嘅一啲疏失嘅。一個疏失唔單止講唔寫出來，拍應該講查得出來。算得出來，好，同時嘛，愛提講，為咗愛減少我哋嘅碳嘅排放，變成可能要排到經費，好去改善，無論講改善我哋嘅機器，改善我哋嘅流程，好，嗰時一定愛以天數企業去做一條事情嘅人，嗰時以這個本身如果有業嘅專業嘅知識，好，嗰時如果靠人嘅證照，佢。為到也比如講，唔單止係永續嘅管理師嘛，吼，無啊碳管理師嘛，吼，所以唔即個來講話，唔即個誒，譬如講，我哋愛靠有兩個執照話，而愛上去到課，然後同時而愛有乜嘅基礎嘛。將我哋一擺法吼，總共上去來係12點鐘，啊，而分兩日來上，
啊，例如一个礼拜份一节6点钟，切开来上，因为对最大头多人讲的 ESG 的部分，在慢慢的行到联合国的一个 SDGs 的目标，在行到譬如讲公司，因为同埋等于一啲范例嘅一啲本大家人去研读啦，譬如讲我哋一個小組，我哋一擺發有40萬人分4組，一啲小組伊可以投一間公司企業，有大部分係更加人等全台灣嗰大型嘅啦，台積電啦、7-11啦、富邦啦，一條大企業嘅用屬報告書。對於伊哋嘅報告書地位去了解，伊哋樣會去規劃嘅，按路慢慢嘅將線上教嘅東西同實際方一條企業去做一條定略，樣會去規劃伊哋一條碳排放嘅部分，去做減少。再來如講，伊會有嘅小組嘅討論，去做簡報。我哋講唔讀係以後，一樣即個發現到有地位有缺點嘅物嘅。有優點係乜嘅，乜嘅值得人學習嘅。因為一開始其實我哋設定這個係條農業嘅塊，所以我了解企業嘅一個部分來講嘅話，只是講去看以用樣嘅手法去減少一條東西。主要嘅重點係喺條水源啦，或者講電力啦，二氧化碳嘅一條部分嘅一啲排放。記得你如果國體數嘅如果，人從事農業嘅人，伊可能也唔知。中和嘅會產生甲烷，甲烷係一個所謂的排放地步嘅話，也係比二氧化碳更高，或者是 PM 一啲溫室氣體。所以佢奇怪如講，中和嘅人可以來佢簡單啦，做乜佢會產生咁嘅東西？第一個會產生，目前係有乜嘅對策可以去做？因為冇去同一條農民教，冇去提定去做實驗，冇法度改進啊。所以對人嘅食物嘅地位，可以去了解講，一個部分嘅話，多大係用嘅。真正如講，做起有教種模擬來看，能講一件事情嘅話，我哋會認為講種模類的嗰天然嘅事情嗬，其實我哋種模有時有啲過程地位，其實嘛會出現到幾多，其實我哋算是比二氧化碳來講嘅話，個大嘅一種碳排放嘅東西。休息下，我哋下一段節目為嗰度講精彩內容。放下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嘅理事長施忠哥，來到我現場嚟分享講，乜嘅按照用屬管理師，乜嘅按照碳管理師。我想問一下施總太講嗬，因為幾多係等台灣這個問題啦，我哋而家這個台灣咧碳排嘅情形係點樣嘅？我查一下網絡嘅資料嗬，去年咧係 COP28一個會議喺杜拜開會，台灣公布出來嘅數據係講。目前調查出來啦，每一個人嘅碳排放一年係12噸。嗰時候嚟講嘅話，比較起來同世界各國嘅平均即6噸係2倍。按你講台灣係平均嘅2倍哦。係平均即係2倍，碳排放嗰個意思啦。其實佢簡單講。因為台灣係啲外銷主導嘅啲國家，嗰時人哋嘅石化產業、人哋嘅高科技產業，也攏係高碳排嘅一啲企業。再加上如果唔去做國際上嘅生意嘅話，一啲產業鏈，唔會要求你去做，嗰時變成講唔更加冇做，以後都拿唔到訂單。我以為你係連鎖嘅一啲反應都錯嘅，嗰時台灣嘅碳排嘅數據其實係高嘅。第二來講嘅話，一個數字如係。2030年，人哋台灣天嘅目標係減少24%，但係呢，全世界嘅平均即係來到40%到50%，等於講人哋少年將近一半，碳排又比人國高，數字又天啊比人國大，叫做18%係講可靠，係較好嘅一啲用意啦，唔係講佢真實係用心做，不過唔真實看到人哋。明年睇感受一個氣候嘅變化，幾乎每日嘅新聞都睇報，全世界各國哪個氣候
下冰雹的下冰雹啦，淹水的淹水啦，天旱的天旱。所以我认为讲一种东西应该是迫不及待，应该改革去实行的。所以也要建议政府国家啊做安尼东西。头多我哋市政局有讲到讲，譬如海北国际要求的时间，能多时间，我真的我那么听谈。唔知观众朋友对一几把有谈什么？因为其实我哋做起不係講反駁，但是反駁講到後來都係按樣嘅算反駁，冇得講我哋按樣去要求，我哋咧企業去做反駁，嗰時慢慢都有的，我哋都講，譬如講我哋一區呢歸屬堂嘅6天綠電，好中毛會有6天，中毛講我哋有的是用用嗰種鋼天板去腳嘅天，就6天，然後我哋呢睇公司可以買到6天，如果因為也為啲發生得過長地步，我哋會發現到講，我哋嗰種很易去種樹嘅，你有種冇種唔得唔啲，但是我哋要求講，你用嘅天地步要有一度嘅天，係用一種鋼天板，我哋講冇污染嘅嗰種發天咧。出來一天咧，把安尼嗰好算，嗰數好多市政局有講到講，下一擺可能我哋會要求到，你要公司出產嘅產品係咪符合到我哋咧減少碳排依啲要求？嗰種因為公司冇辦法做到廿八，我都冇辦法去做埋，尤其係像我哋嗰睇美國嘅天壇啦、歐洲嘅天壇，移動處係嗰要求環保嘅國家時節，如果要求講我哋去買國家。我都講買一啲公司，你係咪可以用到6天？你係咪可以用到一啲我哋講減少碳排放嘅一啲產品，一啲高長嘅時間，我哋可以買人產品，人產品可以達到我哋嘅美國啦，達到我哋歐洲市場嘅時間。嗰種其實我哋台灣聽唔到話，我哋都接唔到人天壇。好，嗰種一部分同阿上觀眾朋友講一下講，所以市政局講，嗰種我哋一下聽唔到話。可能未來我哋會接唔到天單，可是安尼時節，我哋其實我哋政府其實嘛開始要求我哋咧睇公司嚟做一件事情，嗰種唔同我講，會用我哋用作管理師啦，等攤管理師。咁對一般人來講啊，因為我真係冇想到過，我想講我哋咪係我哋算是個開發中國家啊，我哋話幾多天啊，我哋冇想到我哋碳排放還是按過去一般世界嘅兩批，但是都有講到過。我哋係一個出口導向嘅一個國家啦，我說我哋平均方面來，我哋真係幾多，但是一般來講嘅話，我哋係咪其實呢從地方我哋嘛冇發現到講嘅我哋嘅碳排放嘛其實嘛用嘅幾多。係啊，一個部分來講嘅話，吼，我是認為講應該政府要先教育老百姓啦，你制定目標出來。然後呢，你去尋出一啲對策出來。哦，第二講有一條東西產生嘅碳排放高嘅，按樣嘅來做，咱可以減少。記得你啦，你講水嘅部分，其他我只個想嘅，因為我也唔係專家，我都想到一啲部分，因為一個係對台積電來嘅。但講台積電嘅水吼係再生能源水，一滴水可以用3.5倍。按人哋你對一個去推想講。其實睇綠卡吼，米林嘅綠卡用水吼，其實最大係洗漱洗身一方面咧，吼嘅濕的水其實改少。人咪講綠卡水沒有RO滲透安尼攻擊，錯冇？伊可以將水質調整啊改好。其實使用水來講話，唔是講乜個水質要改好，伊差別如係一啲過濾嘅系內桶，假使啦，每一戶一定要到唔可以廢水。可以利用一啲循環嘅內桶，一些台嘅機器，提做一啲循環過濾，再加歸入去打歸去澎湖嘅地步，迄咩水都可以循環利用。按你循環利用嘅時節，難得排嘅污水，你唔會入到污水處理廠，甚至於按你都可以減少碳排放。所以一個東西要有一些巧思，但係有相當嘅時間要去試驗，你必須要去透過真正技術單位。專業要到專家去做測試，要到做實批嘅廠商去做東西出來，實際導入到人哋嘅每個人嘅家庭用戶。其實全台灣有920人戶呢，920萬戶家庭，一戶係可以省5立10立嘅一條污水嘅話，佢省一輪因為佢減一類嘅數字。因為一部分咯，吼，我如果想到講，因為伊時節有啲故事都講，其實德國咧，我能講，從一般咧，睇小片咧啦，吼，伊啲咧水都係循環水，吼，伊哋攏因為講，哦，台灣人都按
安好，你安排安排的你讲，能从俺的泰式有片呢，其实用一个安枪的水来种，对我们来讲，反正俺的路，但是吃了水嘛好，俺的天下水嘛好，你出的水它上面冇得分讲，係色的哈，冇得講俺的呢從泰式有片呢，可是對德國人來講嘅話，伊哋呢泰式有片來講，全部係循環水，因為伊哋可能冇像台灣呢，伊哋水里其實按方便啦，但是。講到而家都發現到，其實我哋台灣本身係啲缺水嘅國家，而啲我哋咧山岸過，每擺流下來嘅幾道水，其實雖然我哋按到水庫其實嘛當唔係，其實大部分都流喺海地部。嗰時以世界來講嘅話，台灣嘛算係啲缺水嘅啲國家。嗰時其實冇想到用水啊部分其實嘛係一個太大嘅問題。咁即係佢從算是一啲農業嘅一啲專業戶來講嘅話，喺農業嘅部分呢，又發現到嘛嘅其實我哋嘛需可以改進嘅呀。其實農業嘅一個部分吼，我個人嘅看法，如講政府聽嘅政策地位也有，如係農業資源嘅零廢棄，農業資源零廢棄安尼嘅概念。我記啲案例啦，如譬如講，有一擺度我去買嘅百香果，百香果其實人哋食都是一地位食營養嘅東西，但係皮其實係濃係啲，一個皮我都想到，剛係留起來係咪可以做乜嘅用途？其他我都睇欣賞一個部分。後來你想講，咁無你來煮嘅可能可以變乜嘅東西食嘛？如嗰種小菜啊嚟啦，我哋將皮泡啊啦，啲水濕啦，做起來嗰啲數喎。你變成講，唔你可以減少相同嘅概念啦。如講從污水控用，污水處理嘅方式，一條農業嘅廢棄物，假使係可以用另外嘅方式轉變成食材。轉變成可以食嘅東西，唔係變成垃圾。而家依副要節省一個垃圾嘅一啲丟棄，垃圾最後因為垃圾茶去焚化爐去焚化東西，要產生碳排。減少1公斤嘅垃圾，如減少1公斤嘅一個部分嘅一啲規個流程嘅碳排，所以可以節省幾多東西。嗰時我希望可以講，其實一最慢的目標係希望講最慢的垃圾可以越來越少，我哋如果愛化越來越少嘅稀有去少伊，因為其實我哋其他大部分還是用焚燒的啦，用掩埋的其實嘛冇咁多，是大部分都焚燒。嗰時頭都能講嘅前面嘅攤，因為佢一直以來講，農業廢棄物，譬如講一啲果皮啦，唔係即刻會分解掉嚇，其實我哋冇想到講，我哋嘛唔會真正拿去賣，我哋直接都變咧。接在垃圾桶裡邊，然後全部真的都囤了其他的垃圾，看我哪一節係，結果還是點火燒係。嗰時點火過程裡邊，都產生了嗰種二氧化碳。咁一般來講，譬如講我哋國泰嘅農作品來講嘅話，譬如我哋品種來講，我哋而家嘛可以推廣咖啡。我哋講以前頭都講種毛嘅，嘛會產生甲烷。咁種咖啡一部分呢，有乜要注意冇？咖啡一個部分，我即個要咩啲研究，因為本身來講，我即個係種咖啡嘅人嘛。其實喺農業有一啲概念運動，全株使用，幾條樹嘅都充分利用咗嘅。其實咖啡本身咪會有 NG 品，一個 NG 品，嗱係可以用相同嘅方式嚟做一啲廢棄物嘅處理，而可以變成其他一啲方式。如果減少垃圾也好，比如講嗱去做化學嘅皮料啦，還是講做皮一個部分去再利用，一路唔會變成係垃圾。有啲人也將葉嘅啦去做茶芯，樹嘅啦去磨成粉，去做其他嘅啲再利用嘅部分。所以假使講喺農業方面，可以將一條廢棄物去想一啲方式，可以產生一啲新嘅經濟嘅模式，其實也係一啲創新嘅東西。問題是萬年會前面去做。一個東西，如果後輩到底有出路冇，而會變成經濟嘅模式冇，還不一定。但係一般嘅農民，伊冇可能有咁嘅財力，也唔會想到咁嘅東西。必須要講，人哋政府去鼓勵，用國安、用補助嘅方式，我哋更加係咪推乜嘅作為，我哋派一啲乜嘅活動，睇下人嚟參加，集思廣益，一啲創意樣嘅比賽，一啲作為嚟。慢慢地產生火花，一個東西迄陣講，做出來真是也有創傷，可以去做一個小數，一路變成一個創新的經濟的模式，不但又可以減少廢棄物，又可以減少碳排放，
又可以变成新的经济，也是一独特的一个东西。因为当初我哋唔用过单纯的一个反驳的一个名义啦，吼，就是你讲我哋为了反驳，嗰种我哋感受农客，但是其实我哋啷地讲感受农客，但是其实唔地讲，其实也有另外一面，其实係感受碳排放，同時而係有另外一面可能講，我哋因為感受碳排放嘛，可能會促進我哋嘅經濟。好，真的如果以前冇連到安逸。好，以前呢真係感覺到用嗰種講，我哋愛過食活，嚇過食我哋嘅田地，嗰種我哋愛過環保上，冇想到其實現今來講，我發現環保一件事情變成一個過明確嘅一個目標，好，同時嘛係過明確嘅一個算是一個做法啦，嚇，本他人可以去遵守。嗰個談到入邊，他人會發現到講，其實碳排放一件事情，已經唔係像以前係太企業嘅事情咧。其實對我哋一般嘅市民來講嘅話，喺我哋日常裡邊都可以做到。其實下段節目我哋咪嗰度好似睇內容哦。放過來，福起來。所以呢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嘅市中國來到個現場，同你分享講，因為我對日常嘅生活地位，我哋落實我哋咧減少碳排放。或者我請問下市中國，因為頭當有一講到我哋咧，譬如用塑管理師，還有我哋碳管理師，嗰一兩個無共樣嘅節奏，喺上課時間，有咩內容有差別嗎？有啊，有個內容係有差別嘅，頭都有講過嗬。用塑管理師嘅話，基本上伊係做規劃啦，熟悉一個國際嘅法條、國內嘅規範嘅個部分，然後伊係做分析一條。碳管理師嘅話係正式去做統計，伊每一個部門去統計講，都在產生呢度，我有數字，我有報表，我有儀器，人可以測得出來。不過兩人嘅分工係冇同樣嘅。基本呢度好要睇到有個證照人哋佢，冇問題。我哋看下都係證照上樣嘅有冇啊？呀，證書路係一啲係碳管理師，一啲係用塑管理師嘅，然後有中英文嘅一啲冇同樣嘅地方啦。至於講而學習嘅內容嘅話，頭都有講到都講，而係用塑管理師嘅話，主要係國際嘅法條啦、分析啦、規劃一個部分。碳管理師嘅話。主要我哋係講一個數據嘅一啲調查過，你規天今年你減一度，總共統計嘅一度，明年嘅一度，中年我有冇同樣嘅一啲數字嘅統計啦，好，也係真正嘅部分。嗰一部分吼，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會有個問題，如講，咁愛去，譬如講愛參加一個真正嘅一啲算是上課來講嘅話。我有乜嘅基礎嘅能力冇？冇都講乜嘅學校畢業，乜嘅內畢業，我能可以通。基本上嚟講嘅話，嗬，一個課程，唔可以新人去學也可以，唔可以有經驗嘅人去學也可以。像我先講嘅下，我哋一個課程嘅一啲學人嘅一啲組成啊，嗬，睇佢是有來自營造業嘅，有來自企業嘅，也有來自專業嘅人，我個體屬於農業嘅只有我一啲人。一個部分來講嘅話，唔對一條成人地位其實都看得出來。其實更加好一個東西，嗰度係提企業嘅部分。有經驗嘅人係最好，因為我講，伊可以了解佢嘅企業公司生產嘅流程係點，乃生產嘅流程乃會產生乜嘅環節。所以對有經驗嘅人嚟講，伊學到嘅話會過強，伊可以回去馬上應用。喺冇上過班啦新人嚟講嘅話，伊可能唔係一間公司生產嘅產品啊、製作嘅流程係乜嘅，伊會過實力。第二個重要嘅一個部分係伊要有溝通嘅能力。頭有講到講，一個用塑管理師係碳管理師，伊主要要同黨方去爭取經費。唔去做碳排，唔係講用再講，唔去買新嘅儀器設備啊度，要去花錢，條件也易嘛，唔去有一啲一套嘅措辭去提解釋，唔好講貼過分，別啲預算貼多。所以對一般人來講嘅話，都兩個基本嘅啲條件，有工作經驗，有團嘅行業係符合嘅，安尼都最好。第二個如果唔係有溝通嘅能力，對上唔係團嘅主管報告，我按樣嘅規劃出來，只要一刀錢嚟做一個事情。
咱等哪就可以达到摊牌一个部分。对下唔要同各部门去做解释，一个部门更加用嘅用嘅做流程嘅改善，人哋可以減少碳排放。所以我有安尼經驗係最好。所以新人來講嘅話，我冇法度去做到安尼部分。咁從一般來講嘅話，我哋乜嘅企業，無論講乜嘅事業，我有希望要講需求我哋也量嘅唔講係用熟嘅管理師同碳管理師咯。目前來講最大嘅路係台灣嘅百大企業，台天啦、中油啦、台積電啦、台達電啦，一條大型嘅企業，一定最需要一種人才。第二路係講中小企業，有股票上市嘅啦，一條水泥啦、製造業啦、建築業一條，裡面有一定馬上都會面臨到。第一面臨到嘅路係大企業，因為要接國外嘅訂單，所以要停頓外國嘅腳步。伊嘅製作上也會去逼一定，可以馬上去進入一個部分。第二如果含錢按條件會讀到嘅，但係以前可以準備。如果唔是等到政府會對外出發，還是講要做乜嘅時間，我再讓嚟做，路慢嘅。所以可以先培養一條人，喺公司路慢慢嘅練出來以後，如果可以政府一有要求，馬上都可以做出來。嗰時等於你講有一個政策的時間，都是如果有一啲觸發，比如講你這個冇聽到有一個政策的時間，可能你會開始會輔導啦，後來如果是真係觸發，嗰時其實你等到幾個時間，關係更加都開始你派人以後，無論你真係一搶冇一人，到公司去討論。咁從這個來講嘛，因為這個人即嘛係算是一啲農業嘅從業人員嘛，你這個對未來咯，未來唔單止講對我哋嘅生意來講，無論講對這個要求有乜嘅想法？其實應該算建議啦，應該是因為講政府單位一定要走最前面啦。從頭到尾人討論到嘅規劃嘅數字都差異幾多嘅，所以一個部分要趕上一個腳步。所以對政府要制定幾好嘅政策，還是因為啦，也變成教育來做，要對國小國中先將一個搶人攤牌嘅一種教育，對教育界先做，所以也都同教育部有關係。至於講經濟嘅部分，人哋都有講到，也都同經濟票有關係嘅。而可能因為頭都講到嘅農業廢棄物嘅部分，而且可以變成一啲新嘅經濟模式，按你經濟部唔來負責來做一個事情。但係要講到頭都講無嘅部分，三成加完，一個要同農業部有關係。你看第三個部門就出來，農業部唔能用嘅政策來做，最大嘅路係環境部。因為所有嘅搶人攤牌，環境部係最大主要職責嘅單位係佢哋。我想係因為第一要對教育，要對更加先人哋都教佢哋，乜嘅人就搶人攤牌。喺人哋嘅生活當中，喺人哋嘅乜嘅當中，可以用嚟去做，可以減少一個碳排放嘅部分。第二如果一個部分嚟講嘅話，我希望頭都講到一幾個單位建議佢哋可以舉辦一啲大型嘅比賽。發揮客家創意，有乜嘅可以喺生活中減少嘅，能提出來，好嘅能哋嚟鼓勵佢哋，將以多做一啲教材，也可以在幾多教育嘅內容，甚至於教育農民，一樣嘅種可以減少加環，教育國小嘅些人一定對生活中一樣嘅去建立翻嘅觀念。更加2024年、2025年嘅話，還有26年，所以更加去教些人嘅26歲以後。而都改成熟嘅，所以講我建議啦，如果應該要提一兩個部分做更大一點努力。至少垃圾分類一件事情對我哋來講嘅話，咪係對環世搞多更加，變成我哋日常嘅日常。所以以前我哋開始試中國，我講能夠我哋可以用無人機去殺農藥啦，一直都更加，我都發現個試中國一直行動我哋，即係講係農民啦，但是一直行動我哋過前面，從一路向嘅發展地步。這個有幾感謝人？也都係講，這個人成路行人係有兩個人嘅感謝。一啲都係提成長嘅部分，我嘅媽媽另一方面是，一路教我做人做事脫離啦，人情世故一樣嘅注意，一路提人生嘅一個投入項，鼓勵我哋，幫我哋有啲機會去成長。第二都係睇我職場部分，我這個阿伯話講，我到陳漢清先生。我睇嘢集團公司400一批，400出來，400去工作，
失败又离开一間公司。嗰所以伊也提一個職場講搞埋幾多東西，如果讓佢去學過專業嘅東西，讓佢去看到別人過前面嘅東西去學習，去努力，也係感謝伊哋睇我嘅人生路向嘅伊哋幫助啦。以啲農民嘅角度嚟講，因為農民更加睇未來，而有嘅角色係乜嘢？其實如講每一個角色啦，每一個人不講嘅不同嘅職業浪係攏扮演一個角色。一個角色如果講喺某個職位要做某個事情，但係如果有啲人可能出在，有啲人可能同數，有啲人如果我有想法、有做法，但係我冇財力，可能要需要借助某個力量去做。我想係講，因為講你天生啦，天生人哋百種人，按每一個人都有不同嘅想法同做法。只有努力，老天爺我相信一句話，努力。老天爺都會送翻身，你自家靠自家努力，看老天爺會送翻身。嗰種期望講，我哋透過我哋觀眾朋友，我哋睇緊嘢嘅努力，我哋下一輩可以有一啲個好環境，幫我哋下一代可以好好生活喺我哋地球上面。希望感謝我哋施宗國龍先生分享安精彩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所有嘅觀眾朋友。休息下喎，得聽我哋先生來強化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